外有研究来指出，讲这个巧克力豆有可啊，就是可的成分，会当来抗氧化。所以食70%以上的巧克力豆，毋但对人体有帮助，那你食饭前20分钟，食饭后5分钟来食，阁有减肥的效果。天气热逼逼，民众上介食巧克力豆的冰淇淋，真侪人介食甜美味点心，佮惊卡路里收悬，唔敢食伤济。到国外研究发现，食巧克力豆会当减肥哦。地中海健康公司的创办人威尔克劳尔伫咧食巧克力豆减肥的册内底，提出为期8礼拜食食计划，会当减掉超9 kg 的体重。我们知道可里面是含多酚类，巧克力我们只是摄取它多酚类，那适量就好。因为研究发现，巧克力豆内底有可成分会当减少油脂酸合成，表里底素会当帮助叶酸体产生较侪能量，互卡路里烧愈紧。另外，无饱和油脂酸会当加快新陈代谢。建议逐工食28克的巧克力豆，时机点伫咧食饭之前20分钟，含餐后5分钟，买到达健康的地中海食食。只是吃70% 以上的巧克力的话，其实它里面还是含有糖啦。所以我们建议民众，其实如果要减重，其实从饮食整个总热量的控制跟运动还是比较有效。广岛胃肠科医师肖敦仁伫咧面册破文讲，一个40岁查某患者，靠168断饮食的方法减肥，就算3年来有应效。不过，巴肚的超音波一日照，竟然发现有2公分大的胆结石。强调看报的时间伤久，胆汁若是排袂出来，就可以增加胆结石风险。建议3顿食7分饱的方式，加上控制总卡路里吸收，才会当健康减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